杀嘛是会使啦吼。但是若要讲家庭使嘛是会使嘛吼，要使吼家庭使，但是最好毋通讲家庭使啦吼，会较歹听啦吼。家庭杀即个除草剂是全世界除草剂有几啊款啦吼，可能有咧使用的项目嘛10款吼，用较济10款吼，但是全世界除草剂按台湾话一般农民讲草药啊。草药啊呢，全世界用量占一半，就是这个家庭杀。所以你要看名山都趁偌济钱。伫咱台湾差不多有4、5支这个草药啊，其中这个家庭杀嘛是占头一半。咱台湾家庭杀的这个品牌非常的多什么大家村啊、万家村啊、年年村啊这拢。带一个村字的农药，拢是即个除草剂、家庭杀的除草剂对于这30几个有即个村字的即个草药以外，有10几支无草药、无即个村字的，比如讲香炮菌这嘛是咧卖即个家庭杀即个家庭杀，那会名山都要去做即个基因改造的种子这真趣味，这甲。公司要趁钱有关系，各位啦，将来开公司吼，这步会当学啦，但是这买一步卖学啦吼。就是讲名山都1974年开始咧卖这个草药啊，但是伊这个专利，伊有专利，所以全世界当会当伊会使卖这个物件尔你若嘛要甲买，你就爱交钱，互伊就对啦吼，伊专利嘛。但是这专利讲2000年的时阵，就已经到期。到期的意思就是讲，其他的农药公司嘛会当卖即个物件，安尼名山都就趁钱的有数，就趁较无限这钱所以伊为了这点，伊就先去准备，伊就去制造毋惊家庭杀的即个即个农作物黄豆啊。一般这伫美国。农民非常介意，为什么？因为咱大家知影，美国的农地非常的大，所以因若要除草的时阵呢，因拢直升机去咧除草。直升机这草药甲喷落去呢，毋定这个杂草会死去，参黄豆嘛煞死去，对无？因为伊就看到这个青色的这个食物伊就甲杀死吧。所以美国农民。都非常真硬气就对啦吼。伊就当要种进前1个月去直升机去喷一届，哇，草除了，以后1个月以后开始种黄豆黄豆这个大出来，差不多搁1个月，杂草嘛开始大出来迄个时阵，美国的这个农民呢，伊就毋敢搁喷因为喷落去黄豆嘛死去嘛，所以过去是安尼即马。名山都甲这农民讲，你来买我的这个种我的这个基因改造的黄豆你黄豆大到偌大丛，你安怎喷呢？草死了，但是你的黄豆袂死。各位，你甲想看卖，农民若听到即句话，伊敢会想要买？一定嘛爱买非常好嘛。所以变做讲，名山都虽然专利伫要到期，但是伊用这个步数呢。倒手卖种子，正手卖草药趁双倍的钱。所以伊的公司有13摆公司呢，这个伫因这个股票呢，愈起愈悬。但是可能我爱了一寡时间来介绍什么货叫做基因改造。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作物，就是用基因改造的这个遗传工程呢，来创造一个新的这个品种这个基因改造其实严格甲讲起来，差不多有3款有一款叫做较传统的，现此时上界流行的叫做基因转辑。基因转辑 transgenic， 就是当外口的基因。但别种的生物的基因呢，该转入去安尼农作物的身躯顶管这叫基因转辑基因转辑，这就是上界正统的基因改造。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有另外2款的这个技术来咧做基因改造的这个农作物，一个是基因编辑，基因编辑就是无用外口来的基因，伊直接用基因工程呢，但这个农作物身躯内底的基因，某一个基因来甲处理起来，哦，这个基因甲编辑就对了吼。啊，另外一个基因偏向，偏向，也是讲基因驱动，这就是讲规个这个生物内底，伊甲伊做基因改造去了，互伊在这个生物在繁殖的过程当中呢，伊慢慢怎偏向一个方向去。变做讲内底即个一寡族群呢，会做灭亡去，会全部无去就对了。哦，这真严重。但是按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按这2款，按着卖来讲吼。这个基因转型的基因改造哦，伊的这个后果呢，伊就是讲伊有两款啦哈。一款就是伊的生产一个蛋白质，也是这个酵素哦。另外一款当生产这个双价的 RNA 哦，按这个可能嘛袂讲着啦吼。按即马就来讲这到底是安怎做？这个基因改造呢，主要伊有2个技术是按传统这个品种的改良无咧用的，一个是组织培养，一个是遗传的工程。组织培养是较普遍啦，普遍拢会当用，这是较足家差不多4、5、60到60年前就有的这个技术啦吼。组织培养就是讲，当咱的农作物叶啊啦，还是伊的花啦，还是伊的种子某一部分摕来组织，伊的组织甲摕来，伫因无菌的环境、无菌的这个环境内底来培养，用这个养分来甲培养。这个培养了后呢，伊会培养足侪细胞出来。但是这个食物的细胞甲按动物的细胞无共款，动物的细胞呢圆滚滚哦，外口一层膜啦吼膜吼。但是呢，按食物的细胞呢，敢若一个饭盒啊共款，便当盒共款吼。饭盒啊，就是咱拢4颗链灯拢较定就对啦。较定的时阵，这个遗传工程伊就无法度通处理，所以伫这个时阵呢，就要用这个酵素呢，当这个细胞壁甲伊摕掉，摕掉落去了，食物的细胞就敢若动物共款，这按叫做原生的一体哦，这培养，但这培养出来做基因改造。然后呢，按爱有这遗传的工程，就是讲外来的基因，按爱甲找出来。比如讲，会当胎糖食落去会死的这个毒素。蛋白质的毒素，这个基因制造这个毒素的基因，甲伊摕出来，然后摕出来了后呢，爱加上其他的基因，甲伊做一个固着体，固着体足歹讲的，就是讲基因的组合就对啦吼，甲伊组起来，这个组起来了后，伊有3款的这个方式来甲伊放等按这个黄豆啊的身躯顶悬。第一个方式靠细菌，按先等这个大肠菌呢，摕过来，这个。基因的组合放伫个边啊，这个大肠菌就会吸收进来，吸收进来然后大肠菌呢，吸收入来了后呢，按个等这个龙肝菌摕来甲伊放做伙。龙肝菌简单讲，按这个胜利路外口迄大丛的这个树啊，有人树啊，有人说会生瘤有无？一粒，迄拢是龙肝菌呢制成的啦吼。所以咱这个龙肝菌呢，摕来甲这个大肠菌放做伙，伊这个基因的这个组合，伊嘛是会刷过遐，会转过迄边。然后呢，等这个龙肝菌呢，摕来甲这个原生的一体呢放做伙，照常伊这个基因的这个组合呢，会来转来到按的这个黄豆啊，这个细胞内底，这个完成。基因改造哦，这是第一款。第2款呢，叫做用电的寸空术，简单讲就是通电呐。电通落去了，原生实体伊的这个膜伊会破去，有这个破空。有这个破空呢，当然这个基因组合就会当走入去这个细胞核内底，但这个基因甲放落去。第3款呢，用基因枪。
这个基因线甲手线差不多哦，只不过就是讲，形状无共款，伊嘛是爱有这个药啊吼，火药来个断哦。然后这个构筑体，就是讲伊这个基因的组合，敢若称子共款，做非常济，一粒足细粒，按目睭看袂到的哦。这当做称子。然后来断啥货呢？断这个原生的实体。断落去了。逐工断哦，断落去了，要安怎成功呢？来看哦，你若断着即个绿色的，即个是细胞内底的细胞质，迄无效，因为内底较无啥物基因，内底有基因呢，主要就是红色的所在，红色的所在的细胞核啦吼，细胞核内底就有即个基因伫内底 DNA 哦，但是即个红色的吼，你甲看小小啊，但是甲放大起来，其实。伊即个基因，伊的 DNA 打一块块啊尔。你即个称子呢，断了伤过无够力，到遮就已经无去啊的时阵，这无效。你若力较大一撮啦，超过即个 DNA， 走来到即边遮嘛是无效。一定爱断较拄啊好吼，即个构筑体拄啊塞伫即个顶管，吊伫个顶管，安尼较有作用。你要看哪有可能？就爱逐工试足侪届呢，可能看有一届两届会成功的无？不管，反正因有钱嘛吼，所以因就开始做。做了要安怎呢？做了这个原生的实体叫伊拍了，就来培养。培养呢，伊就培养一阵啊，细胞就出来，细胞壁嘛拢有出来，然后换一个荷尔蒙，伊就大根，根大出来，佮换另外一款荷尔蒙，伊就大叶啊。这就变另外一个黄豆啊出来。这个黄豆啊，基因改造的黄豆啊，甲这个原来黄豆啊，你外表看袂出来，拢同款。但是呢，伊就是基因改造过啊。可能但是呢，有当时啊，伊就断吼，比如讲这原生实体吼，放伫遮要互断，伊若密顶后壁的，伊断袂着嘛。头前有人挡条的，所以后壁较后壁的伊就断袂着，较头前的可能称子几啊粒断落去，伊就破去嘛。所以有人就讲，奇怪，若后壁无叫断着的吼，你甲培养出来，你敢会当讲伊是经过基因改造，敢会使？袂使嘛，因为伊也无去断着啊。是的，无即个现象来发生。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胎选的基因伫即个边啊。这个胎选的基因，就是会当抗生素的基因，抗生素对伊无影响的基因，叫做用来做胎选的基因。意思就是讲，将来这个拍了以后呢，然后咧用伫这个内底做细胞的培养的时阵，会当用这个抗生素甲放落去，抗生素当甲放落去，所以那无叫拍着的。无成功的，伊就无即个胎选的基因，伊就无抵抗抗生素的能力，所以伫遮伊就死了了。意思就是讲，遮会当带出来，拢有即个抵抗抗生素的即个基因伫内底，伊毋较会当活嘛吼。既然你有即个会当抵抗抗生素即个胎选的基因，表示你边仔的即个外来的基因，伊嘛伫因边仔尔嘛，就表示伊转实成功啊嘛。安尼听有无？听无的举手，唔敢举手。听有的举手。有大部分啦吼。若听无，确定结束了，较过来介绍啦吼。所以这个一般正常的这个农作物吼，这个基因到底是安怎去表现吼？这一个细胞这个外口白的所在细胞质。内底就拄则迄个红的吼，我即摆用粉红来表示吼，就是细胞核细胞核。内底有 DNA，DNA 就是伊个基因的所在地这个基因呢，就是有密码啦吼，就是有这个密码呢，将来要来生产这个蛋白质但是伊要生产的过程，伊先爱甲录音出来，转录做啥呢 ？RNA 短短啊打。一条即 RNA， 这个 RNA 做出来了呢，伊就有这个基因的密码伫因内底所以伊就走出来这个细胞质内底就去制造蛋白质
还是讲借着什么酵素哦来去做一般的工课。啊，即嘛基因改造，伊外来的基因伊安怎创？共款，伊就甲转过来了，伊嘛是变做转录做另外一个即个RNA， 但即个 RNA 呢是伊本身无的，是外口来的，以前无即个物件啊，所以即个 RNA 嘛是共款出来即个蛋白质即个细胞质即个外口，然后呢来甲翻译就对了吼，转译变做毒素的蛋白质哦，所以糖食着即个毒素的蛋白质呢，伊就死去。啊是讲伊即个产生一个酵素，即个酵素呢除草剂杀袂死，所以即个按即个农作物呢有即个物件，有即个酵素呢即个加林萨伊就杀袂死安尼哦，安尼就是基因改造的农作物就是安尼来的。啊，现此时全世界会当抵抗即个加林萨除草剂的即个基因改造的农作物呢，伊栽培的面积差不多有将近5成，拢会当抵抗即个加林萨啊，其他的即个除草剂啦吼，啊会当杀即个歹虫呢，差不多有1成啊。但是现此时较流行的是该咱两个合做伙，所以食落去即个种落去呢，虫加落去会死，然后喷即个草药啊，农作物袂死安尼，啊这差不多有4成，所以按会当讲全世界现此时会当即个抵抗会当忍受即个草药啊基因改造即个作物呢内底占差不多8成8，两个加起来就对了吼。所以这表示现此时大部分即个基因改造的作物状况。啊，有对一款作物呢，上介济黄豆啊占一半，大豆黄豆啊。第2款番麦，第3款棉仔花，第4款油菜，啊，其他的量就足少啦吼。啊，全世界差不多88%的即个基因改造呢，拢伫北美洲甲南美洲，拢伫即个所在哦。啊，然后呢，按亚洲差不多有印度甲中国。这2个国家种较济，占差不多1成。啊，那欧洲甲这个非洲呢，基本上种了非常的少。对一间公司在卖基因改造这个农作物，名山多占第1名，伊有杀出来这个基因改造这个品系呢，差不多有130个。啊，第2名瑞士这个新尖塔。96个，啊，第3个德国的拜尔55个，第4个美国的杜邦40个，啊，美国的道34个，啊，这嘛是瑞士的款8个，啊，但是因为前年开始，这个拜尔伊就想要甲名山都买起来嘛，啊，但是人讲啊，你买起来，啊，你130加55变做185，吼！全世界这几间这个基因改造的种子，伊占差不多7-8成，安尼上过厉害，安尼袂使哦。啊，所以这个拜尔伊就等55个，伊卖去互BASF 啊，然后伊就是变做讲名山都130个，变做现出是拜尔反正斗来斗去啦，拢差不多啦。啊，这个对一个国家咧，咧种这个基因改造咧，美国第1名，伫这个去年的这个数字呢，差不多4成拢伫美国咧种，第2名巴西，第3名阿根廷啊，啊来加拿大、印度中国就较少一丝啦，安尼。啊，伫这个南美洲种这个基因改造呢，种了当然。这个赚大钱啦吼，但是农民受到真大的灾殃，就是讲因这外国的这个资金呢入来了，但这个南美洲、巴西、阿根廷啊的这个森林呢、树林呢，拢甲买去，啊，这个小农的这个田呢，拢甲买去，哦，啊，摕去遐学习美国的做法，大规模咧种这个基因改造的黄豆啊，个番麦，啊，当然。农药用非常的多，哦，啊，然后呢，遮迄个因赚大钱，而且外国的资金赚大钱，啊，因国家这外汇嘛有赚寡钱，但是呢，
而且小农甲这原住民呢，就去互伊赶出去。赶出去呢，伊无法度，伊就伫这大农场边仔的这个都市去遐捡落粪扫，去遐做过伊的生活。